台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一日，就是咱食饭拢用会到的猪，嘛有人读做猪。这个猪有竹仔做的，嘛有茶做的。啊，若较环保，就是用白铁做的。另外，囡仔用的是塑胶做的。咱即马看到这字，伫咧古早空气字典都有收到。有一款的讲法是讲，古早中国沿海讨海人认为讲猪或者是猪这个音代表讲船的重点，都掠无鱼，无爱用这字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字猪。这个猪头一咱看到就是碗猪，也就是食饭的碗甲猪。第二个词夹猪，这就是摕猪的动作，像咱讲夹猪食饭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比如讲，咱咧讲大人爬起，囡仔占椅，大人则小徛起来，囡仔随占椅啊，捧碗猪刷落来夹猪，准备要食好料的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猪提供予大家来参考。